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6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74天。过去的一天一共发生了168起战斗，其中72次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和新帕夫利夫卡前线。乌军称在苏梅收复了一个小镇和一个村子。乌军第225独立突击团战士们通过积极的行动，将敌人赶出了国界。乌军总参宣布，已将俄军从贝萨利夫卡驱逐出境，离边境仅1步之遥。趁渡船逃跑的俄军士兵全部被击毙，部分撤出苏梅地区的俄军士兵遭到了乌军第8特种部队的追击。目前，乌军参与此次行动的第33独立突击团和第24独立突击团等多个作战部队的无人机部队，已经在苏梅地区开始大面积搜索残余零星的小股俄兵，至少有18名没有来得及撤离的俄军被击毙。根据这个央视的报道说俄乌在顿涅茨克一军事重镇激烈争夺。这个军事重镇乌克兰叫做波克罗夫斯克，俄罗斯人叫它红军城。说俄乌战事仍在持续双方近日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红军城一带持续展开激烈的争夺。俄罗斯国防部今天8月13日发布视频称，俄军中部集群部队在红军城方向使用郁金香迫击炮打击乌军无人机控制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通报称，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多个区域阻止了俄军47次进攻。乌军第聂伯罗作战集团称，俄军正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积蓄力量，准备发动进一步的进攻。乌军正在阻击俄军攻势。这个是央视报道总之这个关于这个波克罗夫斯克这一带的这个局势俄乌双方说法还比较大，这个差距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早已经拿下了，但是目前似乎双方还是在展开激烈的争夺。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发表视频说他当天收到军方报告，尤其是关于波克罗夫斯克和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内容，说乌军已经采取措施改善形势。什么措施呢？根据这个美国战争研究所的说法说8月12号，俄军继续使用破坏和侦察小组渗透多布罗皮利亚和波克罗夫斯克这个西北部防线，俄军尚未能部署增援部队来阻止和利用此次战术渗透，并且很可能在尝试这样做时遇到障碍。乌克兰总参谋部8月12日报告称他说俄军破坏小组已渗透韦谢莱、卢比日内、库切里夫亚尔这个地方，都在这个多布罗皮利亚东北部和这个叫维尔诺这个位于多布罗皮利亚东部。说乌克兰军队已经摧毁了其中的一些小组。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几支小规模的俄军小组绕过乌克兰阵地，试图向这个多布罗皮利亚东北部推进。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乌克兰军事指挥部已向该地区增派了兵力和物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说该阵地附近的局势最为复杂，没有机械化装备的俄军已深入约10公里。这个乌克兰总参谋部说俄军近期已从多布罗皮利亚以东推进至新萨霍维和斯捷皮，而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俄军已经占领新沙霍维、卢比日内、伊万尼夫卡，也就是这个乌军的形势非常不利。所以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消息来源来看在多布罗皮利亚以东和东北部活动的俄军只是一些规模有限的破坏和侦察小组，他们隐匿在该地区的地下防风林和森林中。俄军一直采用的战术是利用小型火力小组渗透到乌克兰后方，找到乌克兰防御的薄弱环节，等待更多兵力集结完毕再发起攻击，试图站稳脚跟并巩固阵地。乌克兰第聂伯罗部队集团最近报告称说俄军不断改变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部署部队和战术方法，并利用数量优势以小型步兵小组渗透乌克兰防御。尽管在这些袭击中伤亡惨重，德尼普罗部队澄清说小规模渗透并不代表俄军已控制特定区域，并指出这种不准确的结论会导致对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局势的误解。乌克兰方面还说乌军正在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紧急调派乌克兰国民卫队第1亚速军团以稳定战线。这个第1军团是乌克兰战备最为完备的部队之一，该军下辖
察第1总统旅、第12亚速旅、第14事务旅、20旅。这个总指挥官为亚速军团丹尼斯·普罗科彭科上校，他也是马里乌波尔亚速营的传奇守卫者。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啊，他说俄军防空系统发现最近几天啊，有多个北约国家的预警机、E3预警机，还有什么 G550预警机、电子侦察机、远程电子侦察机，甚至是 P8A 反潜机密集出现在黑海上空，长时间飞行。大家都知道啊，一旦这些这个侦察机在黑海上空盘旋的时候，预示着克里米亚就要发生大事这个3年半来都是这种规律俄军指挥中心发现，北约飞机非常关注克里米亚半岛情况，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西部地区，还有塞瓦斯托波尔的部署情况，以及俄罗斯本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港口区域。说俄军还发现，在多瑙河沿岸靠近乌克兰方向出现了北约登陆艇，乌军特种部队也出现在蛇岛等区域。俄罗斯军方认为在普京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的时候，乌军有可能要发动一场大规模袭击行动。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具体目标和打击手段，但是一场大的战斗即将来临。电子侦察机、预警机、登陆艇、特种部队，对吧？在一座小岛秘密集结，这个肯定是要搞事但是乌克兰方面的媒体报道他说俄罗斯在特朗普和普京会晤前夕宣布对哈尔科夫州叫楚古耶夫市发动袭击，说俄罗斯武装力量计划以借旗行动的方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该市人口稠密地区实施打击。预计此次恐怖袭击的责任将被推给乌克兰国防军。侵略军国防部于8月12日星期二声称，他们通过多个渠道获得这一信息双方都在互相释放这个烟雾弹。乌军总参谋部宣称集结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俄军已达到了11万人。这个乌克兰的军官兼军事分析家萨佐诺夫他说俄军正在为未来数月的大规模攻势做准备，正从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战线等地向顿涅茨克和波克罗夫斯克地区调集部队、弹药和装备。他警告称当前任何谈判都可能是在为军事集结打掩护。所以说这次双普会谈很有可能要发生很多大事根据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说，基辅政权在普京与特朗普会晤之际，准备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打击。约有1500名乌克兰军人及来自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雇佣兵正在苏梅州尤里耶沃和利诺沃地区集结，准备可能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报道称乌军小分队试图向新路附近的铁路推进，但遭遇布雷区并遭遇伤亡。乌军希望在普京与特朗普会晤前夺取俄罗斯领土的一小块。除了在战场上双方这种激烈的争夺之外那双方还继续进行轰炸。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布良斯克州的一座输油站，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涅恰线性生产调度站，该站是有主干输油管道枢纽的一部分遭袭设施位于乌涅恰区叫维索科耶村。据当地居民报告，袭击发生于8月12日22时左右。卫星数据也证实了乌涅恰站发生巨大的火灾，并记录了起火点。根据这些数据，火灾于22点30分开始，新的起火点于凌晨3点和4点24分被记录，也就是中间发生好几次爆炸。值得注意的是，乌涅恰是友谊主干油管的关键站之一，该油管全长5500公里，该油管负责维护向欧洲地区运输石油。也就是说，乌克兰还没有放弃对俄罗斯这个输油炼采油这些基础设施的打击也就是打击俄罗斯的钱袋子。这个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说俄罗斯损失数十亿美元左右的石油收入下降近 20%。2025年1月至7月，俄罗斯预算中的石油天然气收入同比下降 18.5%， 降至692亿美元。这个就由乌克兰空军无人机的功劳。泽连斯基在他每日例行的这个视频中说他说最困难的区域是克拉马托尔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和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他承认有几支俄军轻步兵小分队渗透。他说，但这些渗透的俄军大部分已被消灭。乌军在苏梅州攻占了俄军18个阵地里面的6个，其中2个在俄罗斯边境。乌军在卢甘斯克州向俄军阵地推进1公里。他说，目前俄军平均每天损失968人，其中死亡531人；乌军平均每天损失340人，其中死亡18人。俄军伤亡是乌军的3倍这是泽连斯基自己说的这是双方在
在战场上的一个表现。总之啊，随着这个8月15号的临近啊，双方这个战斗也越来越惨烈啊。我们再看看外交国际援助，这个日本的国宝级传奇歌手滨崎步向乌克兰捐款1亿日元，大概是不到70万美，用于因战争导致失去亲人的乌克兰孩童的人道救助。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3年半以来啊，世界各国的这个演艺明星啊，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对吧，向乌克兰捐款啊，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土耳其与乌克兰总统讨论双边关系及关键地区和全球问题。周二8月12号啊，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应乌克兰方面请求，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最后啊，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重申，土耳其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强调安卡拉在冲突中作为关键调解方的作用。也就是这个埃尔多安说啊，他要协调美国、俄国、乌克兰在这个土耳其举行峰会。拉脱维亚将向一项北约倡议共资200万欧元，该倡议旨在向乌克兰提供美式。根据彭博社报道啊，说瑞士已采取欧盟对俄罗斯的额外制裁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降至每桶47.6美元，并对14个个人和41个实体实施资产冻结和履行禁令。也就是瑞士也跟欧盟、跟这个英国还有加拿大都是一致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泽连斯基与荷兰首相叫斯霍夫进行了通话，通话中这个斯霍夫首相清晰的立场以及对乌克兰的全力支持，令这个泽连斯基深表感动荷兰的立场非常明确，任何关于乌克兰的决定都不能没有乌克兰参与又是一个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泽连斯基说过去几天我们与合作伙伴进行了30多次对话和磋商，来自世界各地，观点各异，但立场一致。这场战争必须结束，为了实现公平的和平，必须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必须借鉴乌克兰和我们伙伴的经验，防止俄罗斯的欺骗。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结束战争。我们乌克兰、美国、欧洲以及所有寻求和平的国家在协调努力和联合行动，一定能够迫使俄罗斯走向和平。我感谢所有提供帮助的人。这个泽连斯基13号前往德国参与欧洲多国领导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视频会议，欧盟及北约领导人也会参与会议。会议将在美俄峰会举行前向特朗普表达欧洲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这个泽连斯基他是搭乘直升飞机抵达这个德国的总理府，德国总理莫尔茨亲自迎接。那么8月13号，这个莫尔茨还有这个欧盟其他的领导人还有特朗普举行完会议之后他是线上会议。举行完会议之后在柏林，泽连斯基和德国总理莫尔茨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说这个泽连斯基说我们已就结束战争达成5项原则，特朗普准备提供安全保障。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欧洲领导人、北约秘书长举行的视频会议上，已就结束战争达成5项共同原则。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那特朗普他们已经达成一致了，就是5项原则。据泽连斯基介绍说，美国领导人表示愿意向基辅提供安全保障。这个特朗普的变化是非常大在我记得在1、2月份的时候，特朗普直接说对吧，跟美国没有关系，美国是不会提供任何什么安全保障。这一回特朗普说愿意提供安全保障，大家还记得吧？3、4月份闹那个签那个什么基础协议矿产协议然后说变相的给乌克兰提供一些安全保障。美国人在那投资开矿美国财产在那儿，这美国能不去保护吗？大家认为那是变相的。那这一次按照泽连斯基说法，那特朗普是答应了向基辅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泽连斯基说他说我们与美国总统讨论了我们的共同立场，正如我告诉你们，在此之前我们进行了协调性会议，我们商定了5项共同原则。泽连斯基强调他说一切与乌克兰有关的事都应乌克兰进行讨论，也就是一切关于乌克兰的决定你不能绕开乌克兰。我们必须准备3方对话的格式，必须有安全保障，并且如果俄罗斯不同意在阿拉斯加停火，这些保障必须得到加强。这是今天战斗的有效性。我已经告诉美国总统和所有我们的欧洲同事，普京在虚张声势，他试图在阿拉斯加会晤前在乌克兰前线各个方向施加压力。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这个普京试图表现的好像能够轻易占领乌克兰。普京还虚张声势，声称制裁对他来说并不重要，而且这些制裁不起作用。这泽连斯基说呢，事实上制裁非常有效，对俄罗斯的军事经济造成了打击。是的，这是事实。俄罗斯的武器数量是我们的几倍，特别是火炮是我们的3倍，但俄罗斯的损失也是我们的3倍，这是事实。我告诉了同事、美国总统和欧洲盟友，普京绝对不想和平，他想要国家。
我们都明白这一点。泽连斯基补充说说普京无法欺骗任何人，并呼吁继续施压以实现和。泽连斯基还说特朗普提议在阿拉斯加与普京会晤后与他会面，讨论所有结果，如果有的话，说然后我们将确定下一步的共同行动。现在我们将举行一个愿意合作的联盟会议，这确实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正在为此努力。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泽连斯基说现在关于这个特朗普和普京的谈判双方的谈判的文本，对吧？这个条件传言特别，咱们也没必要去一个个的去了解分析等着15号的结果就完了。但是双方的立场咱们要知道，这个特朗普应该是前天他对记者说这次跟普京会面他就试探性，而且他说了，我这人见人多交易做的也多，我在前2分钟就能判断跟普京能不能达成交易，2分钟就知道了。这个在8月15号之前各方都在释放信息表明立场，对吧？都要博弈比如说俄方这个俄罗斯外交部重申不会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4个地区做出任何领土让步。那克里米亚那更别提了这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这些地区已写入俄罗斯宪法。这个就是咱以前说的，这就是普京叫作茧自缚自己做了个套子，自己脖子套上，解是解不了。现在有一种方案是吧？乌克兰和俄罗斯拿部分领土互换，这是特朗普推崇的所谓的领土互换是拿乌克兰的换乌克兰的，怎么换都是乌克兰指挥没有办法实现领土完整。但是就这样俄罗斯是不愿意，因为他认为那4个州都是俄罗斯的，已经写进宪法。他说自2020年修宪明确禁止割让领土，2022年正式将这4个地区的纳入宪法以来，莫斯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强硬。8月13号，俄方再次表态，和平谈判的前提依旧是乌克兰从这些地区完全撤军，同时保持中立，不加入北约，并承认克里米亚以及上述4个州属于俄罗斯。这一态度表明，俄方在领土问题上没有任何退让空间，也意味着未来的和谈前景依然艰难。那这个泽连斯基对记者说他是12号，他说我们不会从顿巴斯撤出，也就是那个顿涅茨克说顿巴斯对俄罗斯来说是未来发动新攻势的战略基地，如果我们自愿或被迫从顿巴斯撤出，将引发第3次战争。泽连斯基强调，若今天我们从顿巴斯撤出，放弃我们控制的防御工事，有利于地形和高地，我们将明确为俄罗斯筹备攻势，开启一个战略基地。这就像咱们以前举例子说的，这顿巴斯就相当于上海关，你把这地方让出，那你就无险可守，对吧？这个乌克兰在那个顿巴斯地区搞那个防线搞了10来年，俄罗斯人在那打了1年半2年都打不下来，你轻易的拱手相让是几个意思？这个然后你俄罗斯人说宪法不容许，那乌克兰人的宪法那就容许割地求和吗？所以这个泽连斯基说任何涉及乌克兰的决定，若没有乌克兰的参与，都是不可接受的。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俄乌领土交换的提议泽连斯基说我不会放弃我的国家，因为我没有权利这样做，这也不是躲在宪法后面的问题。国家是私有财产吗？顿涅茨克州30%的土地是我的私有财产吗？也就是泽连斯基说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宪法不容许我这么做。所以你看俄乌双方都是宪法不容许，然后领土就那么多，给了你他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谈判有什么好谈的呢？鸡同鸭讲10月8、9是无疾而终说来说去乌克兰现在指望不上特朗普以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所以乌克兰只能靠自己以及欧洲的支持。现在这个欧洲的态度至关重要，欧洲已经26个国家都联合这个声明要支持乌克兰，对吧？尤其是德国德国总理莫尔茨不仅自己对吧表明这个态度，亮明立场，非常强硬，非常坚定，而且还立马组织对吧在德国召开线上会议，在特朗普和普京见面之前，先对吧欧洲跟特朗普达成一致，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德国总理召集欧盟、北约还有英国、欧洲主要国家，加上泽连斯基给特朗普上课，对吧？你要跟普京谈，对吧？给你画几条道出来，过了这个道你别想。总体上我都能想到实际上就是要特朗普向普京施压，让普京对吧老老实实的退出乌东4个州，这是终极目标对吧？初步要达成什么样一个协议呢？就是双方立即停火，停火之后开始谈。所以这个欧盟委员会宣布将从被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所产生的收益中再次向乌克兰提供16亿欧元。然后这个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说欧盟反对与俄罗斯讨论任何让步，并且欧盟正在准备针对俄罗斯的第19轮制裁法案，对吧？坚定的站在乌克兰。这个英国早就放话了
英国必须参加这个会谈，防止特朗普和普京两个人霸凌泽连斯基。这个泽连斯基在接受法新社报道采访的时候这个泽连斯基说俄美元首会谈是普京个人的胜利。这个咱们在以前也说过不管结果谈成什么样，普京个人他是外交上的突围。首先，普京将在美国领土上会面，我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胜利。其次，他正在摆脱孤立状态，因为他是在美国领土上会面。第三，通过这次会面，他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制裁。对本来说好是8月8号的，现在8月15号，反正是不会制裁的，对吧？推迟1周，后面还不知道呢。所以无论如何是普京的胜利。那么有网上报道这个普京已经安排要到美国的阿拉斯加去出访。有媒体就说了说俄罗斯塔斯社等媒体透露消息称，在8月15日临近时刻，普京开始为阿拉斯加对话做最后准备。除了安排当前俄罗斯主要工作和俄乌冲突前线情况之外，普京还主要安排了人事安排和接班人问题。当然这都是传言可谓是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安排。据悉，拉夫罗夫在普京赴阿拉斯加与特朗普对话期间将接受不少权力，主要负责应对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国际局势。据悉，普京还指定了接班人，一旦他出现意外，那么就将由接班人接管总统权力。这个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普京这次出访非常危险。他的危险不是说在路上被这个乌克兰的特工或者被美西方的导弹给他击落，这个可能性比较说对普京实行斩首行动，这个可能性非常，毕竟是美国邀请他去对吧谈判的。而普京最担心的实际上是俄罗斯国内，他一旦离开俄罗斯国内对吧，像这种集权国家，他随时有可能他回不来对吧，他把跑道都给你关闭了，然后一边喊对吧欢迎你回来，就是跑道不开放，那飞机怎么降落呢？最后给你送2颗导弹，说你飞机失事了，你说咋整？所以普京害怕就是特朗普能保证他在阿拉斯加这路上的安全，但是特朗普能保证能把普京安全的送回莫斯科吗？送到他的宝座上？这可不一定对吧？这种国家趁领导人外访然后发动政变，那多了去了，回来就变了天对吧？即便让你降落，那也可能一下飞机就把你软禁了对吧？上来几个特别委员会的什么顾问委员会对吧，把普京同志对吧这个组织需要你详细交代一些问题。最近俄罗斯国内异动也是非常这个诡异首先是个俄罗斯建筑公司叫萨莫洛特的创始人56岁的米哈伊尔科宁神秘死亡，怎么死的不知道，但这个人死了就死了呗，他有什么说到的呢？他是俄罗斯前国防部部长，现俄罗斯什么安全委员会秘书就是最有权力召开会议的这个绍伊古的白手套莫名其妙死。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普京这次去阿拉斯加开会会不会把绍伊古带着最好对吧，把绍伊古这些人都带上，你把他留在俄罗斯这万一他要召开会议对吧，不让这个普京回来，你说怎么弄？把他的白手套给去掉，是不是叫敲山震虎然后这个又有传言这个纽约时报就在放风说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德米特里科扎克这个人作为这个普京的这个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就是核心圈层的是普京最有影响力的盟友之一，负责监督索契奥运会筹备工作和克里米亚的一体化，推动国内改革，包括加强对安全部门的控制和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也就是他曾经权力非常大，是普京的得力助手。就这么一个人现在传言说他跟普京已经产生分歧，他认为入侵乌克兰是个错误，并且一直在劝说早投降早受益，这不跟我说的一样提议结束与乌克兰的敌对状态，开启和平谈判。说然而如今他的权力已大幅削弱，部分原因在于他对战争的立场，也就是俄罗斯国内对吧是非常不稳定，暗流涌动戏中有戏谁能保证这个梅德韦杰夫对吧在正当这个普京在阿拉斯加跟特朗普会谈的时候，他又说什么不着调的话激怒特朗普。所以说特朗普这次把普京叫到阿拉斯加去开会，也给普京出了个难题。有没有可能是调虎离山呢？这个不好说。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谢谢大家。